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第7場賽事3班1650米。 立即展開角逐準備，黃旗佢好你一開閘嘅時候咧，前面快閘嘅馬啦，見到中檔位置啦，咁啊大家都好似唔係好想走咁話。大外檔咧有佔信良區內蘭幸運金龍啊，中間有安甲紅衫嘅至高星啦，咁啊在中檔位置一團威內蘭非常精啊，中間有超彩就黑衫黑帽噶。 後一陣嘅馬風雲內蘭尾4出邊心智能業啊，咁啊淺藍衫尾3位置薄荷糖暫時殿後咧有呢隻升任有餘同埋瀟灑勁龍嚟㗎。好啦，過1200米段處啦，前面帶頭有一隊啊，咁啊大家都遇到㗎啦。咁啊外邊有佔信良區內蘭呢，就係嗰隻幸運金龍嚟㗎。咁啊再後邊啊，咁啊落後咧大約2個身位響第3咧有呢隻至高星啦，安甲第4啦。出邊第5位咧仲見到一團威內蘭呢，仲係呢隻非常精啊。再後邊有超彩走中檔嘅黑衫黑帽啊，後邊嗰5隻馬風雲心智能業尾3薄荷糖啊。咁啊暫時殿後嗰2隻馬咧就升任有餘同埋咧就係嗰隻瀟灑勁龍嚟㗎。好啦，跑到去對面直路中尾段啊，前面佔信良區咧終於都放到出嚟啊，自己帶啦，支離1個身位啊，幸運金龍響呢個第2位，第3位咧就係至高星啊，外邊心智能業走啦，中間位置仲有一團威啊，內蘭嗰邊咧仲有安甲紅衫啦，中間超彩啦，內蘭非常精咧喺尾5啊，後邊嘅馬咧先見到薄荷糖馬風雲包尾一對升任有餘，同埋咧就係呢隻瀟灑勁龍嚟㗎。好啦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佔信良區拉散咗啊，咁啊見到中檔位置咧有呢隻咧就係至高星上嚟啊，埋邊位置係安甲啊，外邊心智能業啊，大外檔仲有超彩，中間非常精啊，鬥到嚟最後咧100厘米，前面透出嘅馬埋邊有安甲啊，中間非常精追緊，出邊位置至高星薄荷糖外邊上嚟啊，接近終點啦，第1名咧就係呢隻薄荷糖同埋安甲好近啊，第3名嘅馬咧至高星啦個機會好似係高啲啊，咁啊幸運金龍啊非常精嗰啲都近嘅，結果薄荷糖上嚟掃晒喎，安甲第2，至高星有機會第3啊。 都係有啲偏喎呢場嘅賽果，薄荷糖啊50倍啊！谷草贏呢場啊，咁啊安甲好多飛，跑過第2、第3就至高星，第4都要影下睇下到底係呢一隻幸運金龍啊，定係呢一隻大熱門嘅非常精。哦，就咁睇應該就係10號、9號、7號啦。哇！楊銘倫噏落去。 9搭10 187倍 Q 啊！50倍都何來信心啊！6檔起步啦 ，drop 到最後啊，睇到佢守喺尾3嘅位置，都好似冇乜所謂㗎，前面都預咗有人走㗎啦，咁啊結果都係啦。幸運金龍以為都可以自己走啦，唔得喎，開面佔信良區都係鏟埋嚟㗎啦，咪至高星均速啲嘅馬嚟嘅，咁啊結果亦都係曬喺第3位咧，同近呢幾次嘅跑法都差唔多。 安甲係點呢？咁啊今日守呢個位都揼冚㗎啦，好理想㗎！你睇一個騎師係好心機去跑呢場馬啦。第一，佢雖然排內檔，但係佢有機會咧，佢盡量我都唔想話挨嘅。貼實嘅係啊，唔想貼實嘅。唔想貼實。3位啊！咁啊呢度好喎，點解咧？因為前面扯開咗啊嘛，咁啊成個馬群拉開咗嘛，冇乜馬上嚟冚佢。因為佢都知道喺隔離嗰隻一團威可能仲距離遠啲，佢又唔使移出嚟住。好啦，咁啊去到呢度。 開始撳慢啦喎，前面嗰隻佔信良區，咁啊結果開邊啲馬慢慢咁上啦。超彩都呢個位有遮擋，亦都好順啦嚇，亦都冇啊，一路見到啊柏寶都聞風未。但係點解轉彎嗰度要咁樣揈出去咧？嗱，反而心智能業呢度上咗嚟咧，你可以睇翻喎，其實翻到嚟唔係輸好遠嘅啫喎，呢隻馬衝刺力咁短咧，你咁早踩油就唔得嘅。無思義都盡量忍啊，呢隻非常精盡忍嘅。嗱，安甲啊食住條欄上嚟，慳埋咁樣樣。 散得開，嚟啊！柏寶嘅超彩掟到最出，薄荷糖都喺佢隔離啊！仲遲網過佢添，呢度再壓一壓佢，哇！點知爆過埋你咁犀利嘅？都有啲片啊！見到嗰隻安甲。 分段時間其實頭段同第3段都慢嘅，28秒03，第2段13秒94，第3段撳到25秒72啊，末段13秒52，總時間1分41秒21，慢個標準時間接近7線。